好，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我们圣经记载在尼希米记第一处是1章的1到3节，总共有3处哈。我们先来念第1章的1到3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好吧？我们念一节，你们念一节哈。来，以下的记载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事迹。亚达薛西做波斯王帝的第20年基斯流月，我尼希米住在波斯京城苏珊。来，换你们。跟一群从犹大来到苏珊城，我向他们打听从流亡巴比伦归回的犹太同胞和耶路撒冷的情形。他们告诉我，那些从流亡归回的难民正遭遇大困难，受到凌辱。他们又告诉我，耶路撒冷的城墙破损，城门被烧毁。第2处经节是在第2章的17到18节，请。你们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因为耶路撒冷荒废了，城门毁坏了。我们来重建城墙吧，免得我们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上帝怎样与我同在，帮助了我，并且告诉他们皇上对我说的话。他们说，我们就开始重建吧。于是他们预备好要开始工作。第3处经节是在第3章的1到2节，请。重建起来的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祭司同事们重建阳门，安好门扇，直到百楼和哈南叶楼，把它。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来。耶利哥人建造下一段，英利的儿子萨克建造下一段。我们要邀请林伯寿牧师来讲道，他的题目是不要失去你的时刻。开了，好，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那可能弟兄姐妹对我比较陌生，其实，我跟迦南教会也有一个蛮深的关系，因为我在1997年的8月1号，受到母会的差派到宏文教会来开拓教会，然后，后来教会就升格成立堂会之后，就继续走在教会的这个程序的当中，然后没想到20几年之后。就有机会回到迦南教会，然后受中会的全派来担任我们教会的小会议长，所以愿上帝带领我，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和弟兄姐妹有美好的敬拜，也能够在服事当中有彼此美好的交通。那今天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方向。那我们前任的牧者也要展开另外一个新的宣教的旅程。那我们在这里也要继续的跟神同工，然后一起来展开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在下一次一起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更多诉说神的美善跟信实，能够将一切的感谢都能够归给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愿神赐福他所建立的迦南教会，也赐福我们的前任的牧者，然后让我们带着彼此祝福，展向另外一个新的目标跟方向。那今天早上我们要透过刚刚所读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不要失去你的时刻。那丘吉尔曾经讲过一段话，我就觉得，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他说，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特殊的时刻，此人就是为了此刻而生。他一旦抓住这个特殊的时刻，就会达成使命。这使命唯独他有资格承担，在那一刻他感到伟大，这是他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看到丘吉尔他说，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特殊的时刻，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特别的时刻，然后呢就能够达成使命。我们从旧约历史当中，我会看到约瑟被卖到外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家乡后来饥荒，可是我们看到约瑟就拯救了他的家族。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地方受到苦待的时候，那神就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就透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当哈曼用诡计想要来灭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斯帖成为了拯救犹太的民族。
我们看到不管是摩西也好，约瑟也好，或者是我们所很熟悉的以斯帖也好，我们看到神都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时刻，但是他们能够抓住了这个特殊的时刻，就成就了神在他们当中的使命。今天早上我们也要透过刚刚所攻读的这段的经文，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记载在主前444年的时候，尼希米他在亚达薛西亚王当政的20年的当中，然后呢他受到上帝的呼召，那神要他回到耶路撒冷，带领百姓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看到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是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特殊的时刻。那我们看到他果然在神所量给他的特殊的时刻当中，他把握了那一个时刻，我们看到他成就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但是我相信神给尼希米这个特殊的时刻，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特殊的时刻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透过尼希米的生命我们来学习，当神给我们这个特殊的时刻，那我们怎么样把握住，能够完成使命，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神他的荣美。我们看到我们要把握住神给我们特殊的时刻，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有看见了我们所看见的现今的需要？也就是我们看到尼希米很清楚的知道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以上帝的国为念。所以当他在亚达薛西亚王当王第20年的时候，他就听到他那里还有犹太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的弟兄们，他们就讲说，到底现在的这流亡回去的我们的同胞，还有耶路撒冷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他们就跟尼希米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人在犹大省遭受大难，受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来焚烧。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说，我问。那尼希米为什么会问？因为尼希米关心。那时候他是在这个苏珊城的地方，是这个波斯的王宫。可是我们看到他关心的却不是他自己的生活好不好他关心的是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事情。他处在一个非常繁华，然后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可是他关心的是远方的故乡耶路撒冷，他的心就跟耶路撒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我们看到酒政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王喝的酒他都要先过滤，好，然后确保这个安全所以对尼希米来讲，他的未来的前程一片美好，工作也一片美好，事业也非常美好。可是他要回去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其实想想看的话，也没有什么好处除了吃苦要付上很多的心力之外，那回去别人会不会跟他一起建造，这都是很大的问题。要建造城墙要很多的资源，那他的资源要从哪里而来呢？我们看到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好处，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他没有失去神给他的那一个时刻。所以尼希米就给我们一个深深的感受到说，如果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觉得说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或者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去做。但是尼希米之所以他会抓住神所给他的那个时刻，因为他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他的负担是从哪里而来？是从自己来吗？不是。我们看到圣经人就告诉我们说，他的负担是从上帝那里而来。他知道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计划，当他知道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就把神的计划成为他的信念，然后呢，他就知道他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要成就的作为。所以尼希米知道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更重要的是他看见了神最在乎的到底是什么。也因为他知道神最在乎的是什么，所以他就放下了很舒适的生活圈，从那个舒适圈退下来，然后呢，他用神的国的角度来看他的人生，所以他就超越了这个他的眼界。他在乎的不再只是他的前途跟未来，他在乎的是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摆在他生命当中的首位。所以神把那一个时刻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时刻的需要，也就是有没有回到以神的国度为念？当我们如果有以神的国度为念的话，其实那个需要就成为我们去达成使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当尼希米在听到他的故乡的朋友来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什么反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很莽撞、很着急、很怎样。
我们看到尼希米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当他要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把问题告诉了上帝。他透过祷告来成为他回去建造的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第4节那里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看到这里提到几个动作，他坐下哭泣悲哀的几日，禁食祷告。我们看到这个是有层次的，慢慢的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哀伤的动作？是因为他看到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一种反应。所以呢，接着我们看到他就跟神认罪，求上帝不要这个忘记他过去曾经对他的百姓的救赎。然后呢，接着在第8节到第10节的地方，就再一次的表达他对上帝的信靠。他说：“求你纪念所吩咐的仆人摩西的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们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所救赎的。”我们看到，当他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他透过祷告深切的把他的那一个对上帝的信靠就表达了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尼希米在带领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到祷告就成为他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从开始到结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素。所以我们说，祷告是他开始要建造之前，以及建造的当中到建造结束的时候，他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因为他知道祷告是他的力量来源，因为听祷告的上帝就是他最好的依靠，也是他面对压力一个非常可以宣泄的一种管道。所以当我们要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的时候，在这个不要失落的神给我们这个时刻的时候，其实祷告告诉神成为一切服事的开始，是我们从尼希米身上看到第2个非常重要的学习。那尼希米接着就让我们看到说，那他之所以能够没有失去神给他的时刻，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对上帝有真实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就成为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时候不害怕的原因，是成为他有勇气跟力量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的神跟尼希米所认识的神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呢？他说他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也是一个向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他提到说神是天上的神这个大而可畏的神，还有一个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看到尼希米用这3个对上帝不同的称谓，然后来表达他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个认识不是在他的头脑里面，他的认识是在他生命的历程的当中，跟神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经历的一种表达。那我们会看到，因为他有这个经历，所以他知道他才成为他不害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大家如果有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尼希米常常跟百姓说一件事情，这句话常常出现在尼希米记的当中，就在第4章的第14节那里，他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看到会觉得说，当我们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就当纪念主你是大而可畏的，我们会觉得说，就是一般的话嘛。可是我们如果从英译本的圣经来看，他说要记得神是大而可畏的时候，这个记得的意思，他是在告诉我们说他说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那他的意思是说，纪念的意思说要记得，要放在心上。那尼希米为什么说要记得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因为呢，人都很容易就忘记了，人很容易忘记了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忘记
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的时候，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的时候，当问题来了、挑战来了、这个困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呈现的就是看到困难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惧怕，我们开始就会惊惶的起来。但是我们如果惊惶的话，那我们就中了这个仇敌的一个诡计，因为仇敌就会透过这些让我们放大问题、困难，然后呢放大冲突，让我们不敢面对，那仇敌就得胜了。但是当尼希米在呼吁要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他在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他说问题即使很大这个挑战虽然很大，但是尼希米他告诉我们说，都没有比我们的神更大。所以他呼吁以色列百姓要记得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没有什么问题会大过我们的上帝。而且呢，尼希米常常还在不断的跟他们讲说，要记得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因为没有人能够胜过上帝，我们就可以怎样没有惧怕的走下去。所以我们就发现神给我们的这个时刻，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去把握这个时刻去完成神的使命，其实唯有对神有真正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这个害怕，我们才不会失落这个勇气跟力量去面对。那这也是我们从尼希米身上看到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然后我们要去珍惜神给我们的时刻，去完成使命。尼希米还让我们学到第四个很重要的课程，就是要有好的准备。那特别在第2章的第11节到15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尼希米他就回到耶路撒冷有3天的时间，然后他在那里很安静的在那里考察耶路撒冷的情况。所以在第11节那里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也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当夜我出了谷门，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也到了哪里呢？叫粪场门。粪场门是一个专门放那废弃物的地方，垃圾场。然后他连那个地方也都去看过了，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我们看到我们要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看到尼希米第4个是他有好的准备。那这是我们看到很美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周详的准备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所以尼希米他在考察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按他的行程，那按顺序把它描绘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带领者，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要去委身上帝所交托给我们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在行动前跟行动当中来了解我们现今所要去面对的问题跟挑战的情况。那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个意象传达给当时的百姓。当尼希米完成这个城墙的调查之后，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开始推动了这个修建城墙的计划。然后他就呼召当时的犹太百姓，应该要以国家跟民族的荣辱为重。所以呢，他就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这是尼希米对他们的一个传递的一个意象。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你们都看见了。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看见说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可是很特别的是，这个看见在希伯来文的那个时态当中，它是在强调一种进行中，也就是说，这个他就一开始就看见，而且一直保持在看见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火焚烧，是不是1天2天的事情？不是，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住在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主动去修建这个城墙跟城门？没有。所以尼希米就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前看到的，一直到现在在看到的，就是城门被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火焚烧。他说：我们要重建，不要再受这些的凌辱了。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就用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
我们看到来吧，这是一个命令式，然后呢重建是很清楚的这个告诉当时的犹大百姓要参与在这个重建的这个运动的当中，来作为行动之前的一个前奏。所以尼希米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当时的百姓，要他们做出改变了。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尼希米给他们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当尼希米很清楚把这个意象来告诉当时的百姓之后，尼希米就再一次的鼓励他们。他鼓励他们什么呢？在第2章的20节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尼希米深深的知道这个城墙能不能建造好，城门能不能够安立好，重要的关键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因为征战的胜败都在乎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说胜败都在乎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摆脱患得患失的这样的一种害怕的一个心理。而且当我们知道摆脱了这患得患失的心理的时候，我们只要专注一件事情，就是忠心的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事情，其他的不管是成功或失败，就交托给我们的上帝就好了。所以尼希米他很清楚的传递了那个意象之后，我们看到接下来就要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说，这次神他看见了神的这个上帝的国度的一个需要，然后呢，他就透过在神面前的祷告，成为他服事的完成这个使命的开始。然后呢，他对上帝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成为他不害怕、有信心、有力量的一个原因。然后呢，他就去回到耶路撒冷，绕了一圈，知道当时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意象告诉当时的犹大百姓。然后呢，讲完这些之后呢，能不能够去完成能不能够去实现神给他们的时刻，完成神的使命，还没有呢，还差一步那一步就是什么？就是行动。我们看到这里在第3章开始讲到他们怎么去建造城墙的事情。可是这个行动，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是，这个城墙的建造是不是这个尼希米跟几个领袖去建造成？不是哦。我们看到是他们共同参与在这个当中。那这个行动就告诉我们说，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我们就要找着一面我们愿意委身的城墙。我们每个人都要找着一面我们愿意委身的城墙。如果以我们迦南教会来讲的话，那我们可能在建造教会的一个建立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都要我们去建立。可是我们要找到有一面我们可以委身的城墙。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第3章的时候，它记载重建城墙的工程，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人名、很多的地名，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城门的名字。我们会觉得说，哇，读这个好无聊。好，人名、地名、城门，讲这些我们都不清楚啊。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总会这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呢？可是我们如果再好好仔细看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事情。他在告诉我们说，尼希米很细腻的、很仔细的去做一个好的安排。然后呢，尼希米有好的安排，众人也愿意配合参与在这个建造的当中。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做分类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找到说，它在里面记载有39个工作的小组，然后他们就用逆时针的方向开始来做建造，从阳门开始，然后也从阳门来做结束。我们看到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第3章的1到2节里面，他特别讲到说，大祭司以利亚时跟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造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兰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科建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在描述第3章参与建造城墙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参与在这个建造里面成为一个团队，也就告诉我们说，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人人参与的事工。从最一个神职人员的祭司，然后呢，管理圣殿的管理他们当中的这些行政的官员，还有各组的组长，还有什么呢？还有住在耶路撒冷以外，还有各种职业的人，他们都投入在整个建造的当中。我们看到这里一直在出现的一个字说，其次怎么样怎么样，其次怎么样怎么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张三在这里建好之后，然后接下来怎么就有一个人接着建呢？
所以在第3章里面所叫其次这个字，总共出现有31次的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其次不断的被接续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是一批一批的人都参与在整个建造的当中。所以在那么大的一个城墙的建造的工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的人第3章里面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录了下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圣经的记载很特别？他这里不是说谁谁谁是这个建筑师啊，没有。我们看到里面没有很专业的建筑师，他们都各有各自的专业。但是从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的是说，他们虽然不是这个土木专业、建筑师专业，可是他们因为都虽然没有这个专业，但是他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子成为一种借口，他们就共同愿意为耶路撒冷的城墙建造。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录在圣经的当中。我们会觉得说，这些人的名字跟我们无干啊，他们这些地名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可是我们却看见，虽然我们不记得他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都记得他们，他们的名字都被神所纪念，也看为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愿意开始领受那个意象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找着一面委身的城墙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总共用了几天就把这个城墙给建造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有52天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在第6章的15节跟16节，他说，共修了52天，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尼希米他从这个9镇的高位，然后愿意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在神所给他的那一个不可失去的时刻的那个当中，他按着所领受的，然后呢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完成上帝的使命。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只花了52天就建造完成，真是出乎我们所想象，对不对？我们看到这里就好像有一个圣经学者所说一个戴尔金，他说，转移对困难的注意力，就能使我们思想神他的尊荣。我们不再只专注于个人的得失，而是定睛在他的身上。结果我们会发现，神不但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建造城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他说，转移困难的注意力，就让我们能够更深思想神跟他的尊荣。然后当我们不再只专注自己的能得到什么或失去什么的时候，他说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他说我们就会发现神不但满足了我们的需求，而且也充充足足的就成就超过我们所求跟所想的，就如同坐在尼希米跟当时的犹太百姓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上帝的主权当中，尼希米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尼希米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当酒政，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是酒政不是他的人生的目标。我们从尼希米记我们看到一个给我们看到的是说，他当酒政是神为了当时的需要预先所做的准备。我们看到神早就知道，所以呢，神就借着他在酒政的那个角色跟位分，为了要成就将来修建城墙跟修建城门的预备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活着是按着上帝的主权，为了完成上帝的国的计划所做的精心安排，不是吗？我们看到当那个哈曼想要来灭的犹太民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透过了以斯帖，把犹太民族灭亡的危机给除去了。但是那末底改那时候就问以色列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看到他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说他麻雀变凤凰，这个飞上枝头。我们看到他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是神为了当时的需要所做的预先的准备，就像尼希米一样。今天神把我们带领到在这个迦南教会的当中，
我相信神在这样计划里面有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发展跟神的计划。那我们是我看见的上帝国的一个需要。那我们也要学习在尼希米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都能够找着一面我们所委身的城墙，然后在上帝的带领的当中，然后回应上帝的呼召，以上帝的国为念，完成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目标，然后让上帝的国来主导我们的人生。今年是这礼拜是一个新年的一个开始，我相信盼望我们都能够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意向跟目标，在这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跟带领，然后来达成神的使命，来荣耀神，让人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那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在德国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堂，然后呢，他们天主教堂外面通常有耶稣的这个像，然后呢，在那个战争的当中，就把耶稣的这个雕像给破坏掉了。然后战争结束之后，很多人就在想说应该把这个像给重新建造起来的吧。可是呢，那时候的这个天主堂这个教会，他就没有把那个城墙给建造起来。可是呢，他们在那个耶稣的雕像下面摆着一排的字，他们写着说：“你就是主的手，你就是主的脚。”我觉得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被耶稣被战争所毁坏的一个耶稣的雕像，下面写着说：“你就是主的手，你就是主的脚。”其实这一个经历也在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是主的手、主的脚，要继续去做主所做，要去行走主所行走的道路。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已经跨越了这个新的年度。然后呢，在这个跨越的时刻，我们盼望透过尼希米他的生命的榜样，让我们不要失去神给我们的时刻，让我们有敏锐的灵，那察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一起行动，然后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功。愿神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新的一年经历神的丰盛跟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神你的教会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在每个阶段，主啊，你有不同的计划跟带领。主，谢谢你，让我们都能够参与在神你国度的计划的建造的当中。主啊，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也将自己奉献交托在上帝你的手中，成为主你的使用。主啊，我们愿意回应神你的呼召，以你的国为念，来完成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这首诗歌是我的生命来献给你。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最爱我们的耶稣，因为他也把他最爱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今天早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用敬畏神的心一同来预备我们自己，来领受主的圣餐。
所以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还属于他的教会，按教会已经接受成人洗礼跟接近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同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来听主耶稣对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要来领受主的圣餐，就让我们再次来听主设立圣餐的教导。就照保罗所说：“我当时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了，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饼祝谢，我们要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来感谢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要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又以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也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我们请服侍的长老来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到之后，可以先把外面的包装先打开，方便我们等一下一同来领受。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他。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每当喝的时候，也应当这样子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领受。你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眷恋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成为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也让我们明白你爱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是你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也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求你鉴察接纳我们，求你用你的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持续与你建立这圣血的交通，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要来唱刚刚所唱的这一首诗歌，我的生命献给你。这首诗歌将自己在神面前有更深更深的委身，好让我们成为神那尊贵的器皿，成为神的使用。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是否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从头再唱一次，我们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你，因为你是最爱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全然的顺服，有全然的交托，全然的委身，全然的仰望。
好让我们成为使你那尊贵的器皿，来荣耀父神。主啊，愿你在这关键的时刻，主啊，在你所量给我们的时刻，主啊，我们都能够看见上帝你国度的需要。主，让我们愿意委身，透过行动来找着我们委身的城墙，好让我们与你同工，来看见上帝你的福音在这地得着传扬。主，我们将你的教会，也将你所拣选的弟兄姐妹全然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的得胜。谢谢主，愿那神有盼望的上帝，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又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们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